在第一个按照的是先从奏乐开始嘛，所以按你会播出来，我会听得到就对了。那个小姐，你要把你的那个线11号线的收在那里。就30分开始播。来，兄这是咱要开始来进入咱今仔日的礼拜，请奏乐。
着对上主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对上主唱歌，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着日日宣布伊拯救的好消息，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着对万民讲起伊伟大的作为，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这是咱同心来吟圣诗，来学了咱的上帝。圣诗274首，圣诗274首，今日是主设立做圣。今日是咱游玩徛地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更贵。请坐。这是咱要三角来考验，考验文第58篇，考验文第58篇，也就是罗马书第8章。考验文第58篇，我来考，请会众来应。关系这个代志，咱要安怎讲？
上帝若为咱，啥人会当抵得咱？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兼袂将万物嘛白白赐互咱。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宣判因做义人是上帝。那安尼，啥人会当甲因定罪？毋是基督耶稣。伊已经死，搁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搁活。当坐伫上帝正边，得替咱祈求。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是患难，是困苦，是迫害，是夭餓，是散赤，是危险，也是惨死。照圣经所记载，为着你的缘故，阮规日面对死的威胁，阮互人看做底马台的羊，拢毋是伫遮的一切的代志。咱靠听咱的上帝赢到有春。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灵界统领者，也是权力者，是现今，也是将来的，是天顶，也是地下的神灵，也是其他的被造物。这些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这是咱同心来祈祷，满有丰盛、稳定、慈悲、怜悯的主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伫主你的恩典中，主你引带阮到安尼，阮献上满满的感谢甲懊恼。特别阮伫咧面对今仔日的风台。祝你也保守阮台湾，安尼虽然有风雨，但是无抵到拄着报担当的事。也愿主保守阮所有众人，拢伫主你的恩典中，拢得到主的保全。祝阮也求主怜悯阮，阮伫即礼拜中间，阮检采有安尼。得罪主的所在，但求主你怜悯赦免阮，也互阮会晓得时常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来反省阮的所行所做，互主你的名会因为阮来得到搁较大的荣光。当阮即个时阵伫主你的圣日，阮要献上阮的敬拜、甲感谢、懊恼。也愿主你赐阮祝福，伫阮今仔日所领受的，特别也安尼，互阮所有众兄弟，不管是讲的、甲听的、平平，拢得到主你话语中的奥妙，甲你的赐阮祝福。愿当安尼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敬交托伫主，安尼恳求祈祷，拢上个做个圣名。阿免。这时，咱要三个来领受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撒母耳上卷第18章第6节到16节。撒母耳上卷第18章第6节到16节。第6节，大卫拍死迄个非利士人倒转，因倒来的时。遐个妇女对以色列大家城出来，唱歌跳舞，用玲珑鼓，用欢喜，用罪恶的器具来迎接扫罗王。遐个妇女跳舞，有的唱，有的和讲。扫罗杀死因千千，大卫杀死因万万。扫罗不知受气，无欢喜即个话，就讲。将万万互大卫，千千互我，只有剩国位无互伊拿定。对迄日起，扫罗看见大卫就忍伊。隔日对上帝遐来的歹神大大临到扫罗，
伊就伫厝内讲先知话。大卫照常用手弹琴，扫罗手里有枪，扫罗用枪插去，因为讲我要刺大卫，定伊伫壁顶，伫壁里。大卫伫伊的面前闪避2摆，扫罗惊大卫，因为耶和华甲伊伫咧离开扫罗。扫罗则互大卫离开伊，设立伊做千总，伊伫百姓的面前出入。第14节，大卫见所做的代志无毋精通，耶和华甲伊伫咧。扫罗看见大卫所做的代志真精通，不只惊伊，独以色列甲大卫的众人拢听大卫。因为伊伫因面前出入，愿上帝祝福今仔领受伊，搁照伊的话去行的人。这时，咱要来请用着线顶的诗歌来讹乐咱的上帝。创造这土地，以永恒话语赐下无限生命，用恩典的馨香气息祝福这地，让我们全心跟随你带领。哦，主感谢你创造这寻
永不停息。时代因你爱延续，呼求你，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痛苦疾病要过去，神迹在运行。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黑暗全是要离去。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全地看见你荣耀，你复兴降临。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全地尊荣你生命，为你而站立。全地尊荣你生命，为你而站立。愿一切水的歌声会通安尼带领咱来到伫上帝的面前，来得到上帝的欢喜的感纳。也咱今仔日咱要搁一摆来照着咱今仔日所领受的经文，也搁一摆来到伫上帝的面前来看来反省，来咱看见咱家己的性命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性命？牧师一直有安尼讲过几啊遍，我今仔日依然共款爱搁讲，就是信仰是咧反省咱家己的性命，是毋是互咱的性命是毋是有甲上帝以及甲咱人、甲其他的人也有一个真合宜的关系？然后人以为牧师因为牧师最近所分享的是咧讲某一寡为着某一寡人来讲，咧表示讲咱无听清楚牧师到底所要分享的是甚物货。因为咱牧师所咧安尼咧准备即个讲章的时阵，牧师依然是共款一边准备，一边伫遐咧检视着家己的生命的境况。那咱依然安尼为着发生伫咱身上的所有遮个代志滴到咱的心、咱的情绪有侪的迄种安尼起伏吼。然后咱的情绪有受到一寡咱伫咱的身躯顶咱所经历到的遮个代志，滴到咱心内有侪安尼皮肤彩无欢喜等等遮个，拢有可能是咱需要倒来到伫上帝面前，搁一摆来求问主讲主啊，我心内为什么会有遮尔侪遮个安尼咱讲波动我会有遮侪的情绪，遮侪的无欢喜，是毋是因为我只有看见我家己，致使我的心内只有充满我家己，煞无看见听我的主耶稣？所以求主帮助咱，怜悯咱，互咱会通伫咧咱过来的日子内面，当咱拄着有任何的安尼代志临到伫咱，不管是好事是歹事，咱的心悠然应该爱注目伫咱的主耶稣，毋是一直注视伫咧遮个不管是好事是歹事，踮伫咱的心上，致到咱的心情安尼受到侪的搅扰。咱同心来祈祷，
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伫主你圣的主日，主你搁一摆呼召阮来到伫主你的面前，主阮要搁一摆来对主你的话，搁一摆来受到提醒，也愿你的神甲阮送啊伫地，互阮伫遮所领受的，真正会通帮助阮伫过来的日子，阮无搁再用着安尼的迄款的情绪，是迄款的心情来面对阮所面对的，不管是任何的代志。阮的厝内的人，是阮的同事、阮的亲朋戚友，互阮会通安尼伫主你的恩典中，甲着你圣神的带领，互阮会通行出一个互侪人看见阮所活出的迄款的性命，就归荣光伫主你。愿你的神不断来光照阮，来开启阮，帮助阮，互阮会过来。真正会通成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互侪人的性命也会通甲阮共款来得到主你的施恩赐福满满。安尼恳求祈祷，靠着所求的圣名，阿免。顶礼拜牧师有分享到着即个保罗，伊伫迄个安尼真安尼迫切伫遐咧安尼求即个哥林多教会遮的信徒。甲着上帝好好，以及着即个讲着救恩的即个基础，实在一个耶稣亲自成做迄个赎罪祭，互咱会通来甲上帝更好，也借着耶稣基督迄个国活的迄个生命，来赢过咱家己迄种受伤的迄款的记忆，是迄款的感受，来主动来安尼讲，跨出迄个咱新的生命的迄个第一步。会通来到着安尼，迄个得罪咱的人来安尼和好哦。当咱安尼亲像一滴迄个小水滴的时阵，咱愿意来放下咱家己，甲着别个水滴来伫遐来合一，才会通发挥迄个主的功，迄个水的功用。毋那会通安尼来指看，佫会通亲像大海内面迄款的迄个小水滴共款，因为。欢喜甲其他遮个水滴的迄款的合一，就会通起了一个迄个大的迄款的作用。因为咱无搁再安尼看见咱家己是一个小的水滴，也无凸显咱家己甲着即个其他的遮个水滴来安尼做迄个款的隔离。所以咱就应该来安尼效法耶稣伊款的迄个安尼模样，吼，咱学习主耶稣的迄款的。模样，迄种典范，无互咱家己的身份是地位，正做甲别人之间会安尼讲一道迄个过场。咱嘛无互迄个教会迄种宗派的迄款传统，是迄种别人的眼光来安尼安尼讲拦住阻止咱甲着其他的人的迄款的安尼迄款的合一。而且是彼此伫遐来安尼来配合、来成全、来追求安尼，甲着众人有一个和睦安尼迄种，咱讲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用疼互相来宽容，用和平互相联系，尽力来保持迄个圣神所赐迄款安尼的迄个合一。所以牧师安尼。接续要来分享，啥物是互咱甲人来产生迄个隔离的迄款的因素。伫咧安尼即中间，大概有安尼6种迄款的只有家己的迄款的性命，带来互咱甲别人来迄款的隔离。第一个就是比较，咱大小要对常常安尼发生。迄款的就是比较，甲着迄个猜疑，来带来迄个隔离，咱来讲起。隔离真侪时阵是对比较来开始的，比较会怎样？会产生惊吓就带来迄个隔离。今仔咱所领受的即个经段，就是一个真好的例。
扫罗王安尼原本其实真意爱大卫安尼讲徛伫咧伊的面前，因为大卫弹着迄个琴的时阵，会互伊的心安尼，咱讲安尼得到安尼爽快。但是伫咧大卫安尼杀死即个非利士人歌利亚了，伫遐遮个政府女伫遐安尼伫遐大声伫遐唱歌，学了讲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哇！即个扫罗听了，安尼不知安尼无欢喜伊心内有做的比较，伊心内伫遐安尼惊大卫抢走伊的即个王位，伊就怎样做？伊将大卫甲伊安尼送走去做臣总。其实做臣总的意思，嘛毋是讲干那只有要离开伊安尼尔定，是期待讲伊带兵出去佫是臣总。爱带领着安尼1000个兵出去，看有机会大卫怎啊伫咧战场来死亡啊无？迄款迄种扫罗的迄款的惊吓，迄款的心，并无因为大卫安尼离开伊来怎啊安尼来消除，反倒是哪来哪加添。所以即个扫罗落尾手决定讲无要互大卫。继续看见明天的太阳，所以怎啊企图要来安尼杀大卫，所以伊就用枪安尼要来迄个安尼插大卫。所以咱会通对伫咱今仔的经文内面看，所以大卫对打了就开始过着迄个逃亡的迄个生活。这就是一个真典型的一个，因为只有家己。伫迄个中间来比较，产生了惊吓嫉妒，因为甲上帝以及甲人安尼隔离的一个真明显的一个例。第二个亚沙亲像就是妖异妖异是因为是另外一个造成隔离的迄款的原因伫咧迄个中间，伊有缘妖异产生了侪的误会就带来隔离。扫罗王因为心中只有伊敢若看见家己的王位，而且伊搁伫遐来妖异讲，哇！即个大卫，他是毋是伊要来来安尼夺取伊的王位所以伊就甲大卫安尼讲渐行渐远，愈来愈远。安尼可比的是，甚至扫罗王伊怎啊？伊毋若伊甲大卫隔离伊落尾手伊甲上帝嘛隔离，伊嘛甲甲上帝迄个关系哪来哪远安尼一个小小的妖异有当时会造成安尼一个终身的迄款的遗憾过去有一个安尼的故事讲到一对的这个安尼年轻的即个夫妇即个做某的因为懒散了来过身去就留落即个拄出生的即个细囝即个少年的查甫主人安尼无用着工作，为着要来照顾即个囡仔无用着工作无时间来照顾即个伊的细囝就训练一只狗即只狗非常的即个聪明伶俐甚至会通安尼夹着即个牛铃管来来饲即个细囝，帮忙来照顾即个细囝有一天即个男主人安尼伫咧即个工作较晚了转来伊伫遐听见迄个狗伫迄个所在不定安尼一直不断伫遐咧吠伊就将即个房门甲拍开，哇！结果安尼看见安尼侪的即个火野抬头一个看，哇！迄个眠床顶冒火却煞无看到即个婴哇！煞看见着即个狗的即个喙安尼满口安尼拢总是火伫咧伊的即个喙边，哇！即个主人安尼一个安尼。雄一个生气以为讲即只狗将伊的即个囡仔甲伊食掉去，哇！就
非常生气，就摕到一支刀，就将这只狗仔就甲杀死。这个时阵无拍算，忽然伊听见着这个婴仔的声音，就看见迄个婴仔对迄个眠床骹安尼爬出来，伊就赶紧的将这个婴仔安尼抱起来，甲检查看卖啊，发现这个囡仔身躯顶有血，但是却无任何的伤害。伊就非常奇怪，究竟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伊就真详细伫检查，才发现讲伫咧即个床边有一条去互即个狗仔夹死的一条蛇。即个狗仔甲着即个蛇伫迄个中间伫遐安尼咱讲伫遐安尼搏斗救了即个小主人因为即个主人的即个妖异怀疑，才来受到误杀。夫妻嘛同款，夫妻的感情也时常因为妖异来带来迄个破坏。有当时丈夫因为安尼工作的关系，伫咧外面常常有可能安尼暗顿即个做某的就伫遐来妖异，讲即个做翁的是毋是有即个外遇？丈夫检测无安尼外遇无第三者，但是迄个妖异就有可能带来迄款的误会。丈夫搁较安怎解释？即个做某的犹原总是毋信妖异，迄个彼此的迄个心就开始产生了隔离，感情就开始来受到迄款的疏离。有时就因为安尼，原本底是无第三者，煞因为迄个妖异致使到，煞来变做真正有第三者来产生，甚至到着即个离婚来收场。咱所谓的叫做人比人气死人，同款伫咱现今的即个社会，比较犹原是迄个隔离的开始，时常是安尼人甲人教会甲教会之间的迄个隔离的迄个因素。比人较好，就伫遐来骄傲来看轻别人。若比人较差咧，就安尼伫遐来自卑，伫遐来怨妒别人，因为比较来产生迄款的惊吓引起迄款的怨妒。迄个惊吓甲怨妒就带来迄款的隔离。所谓的咱就是所谓的人比人气死人。当人安尼摕到迄款金钱，以及着身份地位，伫遐以及甚至是学历，伫遐来做比较的时阵，就带来迄款的惊吓，甲着迄种的互相的迄款隔离。迄款比较财富带来迄款的惊吓，比较安那有钱人甲着即个善良人之间的迄款的隔离。有钱人惊这个善良人来伊来安尼讲，甲伊讨钱。即个善良人也惊有钱人安怎看袂起伊有诶教会安尼迄个聚会人数摕聚会人数伫遐来做比较。即个小教会安尼较小型诶教会惊即个大型诶教会伫遐来抢因诶人。安尼惊即个会友，因为即个大型的教会，即个灯光美，气氛佳，有侪即个礼拜的迄款迄种甚至讲教会迄种大型的教会，因甚至有迄种安尼迄个乐团，有灯光等等遮的，遐伫咧迄个所在礼拜有真好的享受。直到即个小型的教会真惊会友走去大型的教会。遐看到了，煞无爱转去。即个小型的教会同款，即个大教会嘛会惊小教会呢，加添因的麻烦。惊讲即个小教会，毋知要阁提出啥物款的要求，来互因即个大型的教会安尼讲真恶劣来安尼，咱讲难以招架。
有诶教会甚至是因为观念是迄款信念诶差别，来产生迄种惊吓，甲着迄款安尼互相无力往来，就亲像有诶教会安尼追求灵恩，有诶教会伊是安尼追求迄个安静伫遐来礼拜，因为彼此之间有无共款诶对礼拜诶想象，对礼拜学有无共款诶看法，甚至是讲对圣经内面有无共款诶迄种经文诶咱讲圣经诶其根据来指教教会甲教会之间有无共款迄款安尼诶彼此之间的迄种纷争、比较，甲甚至到隔离，甚至彼此伫迄中间伫遐来安尼伤害，来伫遐来批评，来带来迄个上帝国迄款安尼迄款的损失。所以咱会通看见讲，今仔日头仔所举的遮个例，咱会通发现比较。是因为人离开上帝，来失去迄款家己迄款的荣耀的迄个位置。佮讲起来就是伊欠缺迄款的价值，那种价值感。人因为照着比较，用迄个比赢别人来肯定家己的迄个价值。咱若对圣经内面会通看见，耶稣的门徒也犹原共款，即个军队耶稣的即个门徒因安尼伫咧一路上共款伫遐争论讲，啥物人袂做，啥物人较大。所以咱每一个人，咱需要搁一摆定心来去思考，来反省咱家己，咱敢有安尼迄款安尼？迄款的比较，迄款的信仰，咱每一个人拢是一个真安尼讲真特别、真独立，真独立，阁是真特别的个体。每一个人拢有真特别的想法甲感受。咱彼此之间拢有互相拢有迄款的差异，但是有诶，咱却有当时咱拢爱别人，甲咱对咱，跟对咱，爱人甲咱行同款的路，咱是别人，别人嘛毋是咱，所以常常无法度伫遐来肯定对方迄款的真实，伊原底迄个个人的感受甲着迄个想法就较亲像咱头仔咧分享的，伫教会内面有个人伊期待礼拜。是迄款的安静，伫迄个中间，伫遐安尼来思考上帝话。但是有个人，伊确实伊感觉讲礼拜就是爱伫遐来大声唱歌讹乐上帝。这敢毋是拢有家己咱讲各自的迄款的圣经的根据嘛？伫咧诗篇内面，伫咧任何的所在，伫咧以赛亚书，伫咧耶利米书，甚至伫咧。迄个何西阿是迄个侪咱的圣经内面拢有这圣经的根据，但是咱却因为咱掠掉一项，咱就无容阮别人甲咱无共款，因为谣言迄个是对迄种事实的迄款无肯定，咱怀疑对方，咱谣言对方。直到咱有伫咧咱的迄个生命内面，就开始产生了侪的迄款的隔离，甚至迄款的心，直到咱甲上帝渐渐拿来咱家己却毋知影。上帝话是肯定的，上帝当初是伊对亚当伊讲啥物？伊讲你食了的确死，是肯定的结果。但是咧，若是撒旦伊的话是迄款的无肯定的，所以撒旦伊对夏娃安怎讲？伊讲上帝欠有影安尼讲，你无的确会死。什么叫做无的确？无的确就是无肯定，是无肯定的话。夏娃伫咧中间无肯定，无问亚当食了敢有影真正会死，是迄落袂死。亚当嘛无问上帝讲，到底食了是肯定会死，是肯定袂死？
因伫咧迄个无肯定的情形之下，因决定食即个分别善恶树的即个果子，结果就是一定死。伫咧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即个经段的内面，大必因为谦卑迄款的，讲看无家己的迄款安尼迄款的性格，啊，伊就赢出了安尼真侪人啊，伊所明白的，是伊所迄个个，互伊来明白的，遮个人因的心。伫圣经咱今仔日所领受的经段内面，安怎讲？讲是包括以色列甲犹大，伫迄个所在所讲的，主要就是咧讲起就是全以色列，也就是伫咧南北国还未分离进前，迄个北国北以色列，甲着南犹大，安尼规个全国的人，拢意爱代表。直到伊有法度来带领规个国家的遮军兵伫遐来出入，毋然安尼佫遐个原地本地无参与伫咧即个战事的遐个俘虏，嘛犹原安尼意爱即个代表，所以伫迄个时间伫遐来讲起着安尼扫罗杀死千千，大必杀死万万甚至咱会用想象讲，连扫罗王伊遮个身边的遮个迄个遐个大臣，嘛欢喜迄个代表。遮扫罗王的遮个大臣，犹原欢喜代表。大必有法度来安尼得到安尼所有的人的款的学乐，甲因的欣赏，实在伫咧大必伊有一个谦卑，看无家己。佫耶和华甲伊送啊伫地，伫咧敢若咱看见的14节内面耶和华甲伊送啊伫地，伊的迄款的咱讲迄个领袖的迄个魅力，以及伊其他的遮个才华，共款拢是上帝所赏赐互伊的。共款这犹原嘛是扫罗王伊所钦在的，遮个才调、遮个才能、遮个文术迄落拢是安那？拢毋是伊家己会通得到的，乃是迄落是上帝所赏赐的。但是咧，大必迄个扫罗王，伊却安尼讲，安尼屈服屈服伫咧迄个比较，甲着迄个妖异的中间，比较伊伫迄个失败，甲着迄个安尼讲耻辱的中间，伫遐安尼伊感觉讲。真见识，是安怎大必杀死千千，杀死伊迄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必伊就杀死万万。伊伫咧迄中间有侪的迄款的伫遐比较，伫遐来怀疑怀疑，直到伊甲上帝哪来咱若看见当初时上帝怎样来选择扫罗王的时阵，扫罗王。敢毋是上帝原来是看最好，伊有一个真俊美身材高挑佫有迄个时阵，犹原嘛有法度带着人来安尼带着人来安尼以色列百姓来去安尼保护以色列，来甲这个非利士来伫遐来相战。但是因为伊开始比较，伊开始摇伊，直到伊渐渐伊也甲上帝。来隔离，所以咱需要来停止比较，甲摇移，来互主来伫遐来掌管。你不管你安怎比较，你搁较安怎比，搁较安怎大，拢无天地大，敢毋是嘛？咱家己的倒手，袂甲咱的正手伫遐个中间来比较，但是咧，咱的倒手会甲别人的倒手比较。因为是一个无共款的身体，无共款的个体，撒旦伊就是互咱迄款家己迄款的，咱讲只有看见家己迄款的性命，互咱亲像毋是共一个身体共款，就开始伫迄个中间来比较，伫遐来竞争，产生了迄个隔离，结果带来迄个死亡。若是耶稣伊的救恩已经恢复咱迄款的。咱讲迄个位分啦，伊恢复咱的迄款的价值，佮提升咱的价值。咱无佮需要来伫迄中间来彼此来伫遐来比较，嘛无需要来伫遐争论讲啥物人较大。
就那亲像讲，到底大腿较大，还是小指头仔较大？当然是大腿比小指头仔较大。咱对外表来看是安尼来讲，但是咧，如果咱若用另外一个讲法，强盗的大腿大，还是国王的小指头仔大？对身份来看，当然是国王的小指头仔比强盗的即个大腿较大。咱毋是看机体家己迄个机体家己有偌大，咱是看迄个规个机体的头，即个人有偌大。咱的头是即个咱伫咧天顶的即个国，即个王，咱的万王之王耶稣基督。咱是迄个天国的国王，万王之王耶稣基督的机体。即个头甲着即个身躯，甲着即个规个机体是合做一个，是正做一体，袂安尼讲袂通隔离的，不安尼讲无分彼此的，无需要来伫迄个中间来比较。头是基督的王，头基督是王，身躯咧是教会也是王。咱机体，咱的这手骨，咱的所有兄弟姊妹，嘛是伫咧即个机体内面，同款是王。上帝已经互咱有迄款全宇宙迄种尊贵的迄款的位分，迄个上悬的迄个地位，迄个上大的迄个价值，咱无搁需要伫遐来彼此，伫遐来比较，伫遐来竞争，甚至来伫遐来安尼。伫遐来彼此来怨斗，乃是咱要爱伫迄个中间来彼此来伫遐来，咱讲配搭成全，来彼此来成全对方，陪伴别人来同齐来靠主来得胜，来将来安尼会通同齐伫咧天里，甲着咱的头耶稣基督同齐宝座，甲着基督同齐伫遐来做王。一直到永永远远，这敢毋是咱伫咧启示录里面所看见的嘛？所以咱需要是啥物货？咱需要体会咱的主，伊所看，咱来听，伊所听的，以及伊所想的，以及所讲的，甲所行的。所以咱需要停止咱的迄款的谣言，迄个上主要的迄款的咱讲路径。就是啥？需要有一个真良好的迄个交通。学习把握机会讲适当的话，佮安尼试着将迄个咱所要讲的代志，会通真清楚来伫遐来表达出来。咱无应该佮伫遐来彼此伫遐来讲闲话，讲随是非。来制造迄个人甲人之间的迄款的互相的猜疑，甲着误会佫较应该学习，咱应该佫较侪来信任咱的上帝。咱安尼，咱是安尼嘛？咱伫咧迄个无肯定的时阵，迄款的决定是一种的错误甲犯罪的迄款的原因。所以当咱无肯定的时阵，咱就应该安怎问较肯定。当咱产生了谣言的时阵，无肯定的时阵，咱伫遐谦卑来伫遐来敲锤，伫遐来问到肯定，才来做决定。因为咱无搁再互魔鬼来留落地步，互伊有空芳来伫遐来攻击咱。所以弟兄姊，只有看见家己就是一种的主观的迄款的一个状态。主观是一种的暴力，一种的思想的暴力，将家己的想法安尼强加伫咧别人的身上，无互别人有机会来伫遐来解说。咱无搁再安尼真骄傲伫遐来主观乃是爱有主的观念，无搁再是主观，迄个主观是咱个人，咱无搁再个人主观，乃是爱有主的观念，咱爱有主的观点，用主的观念伫遐来
解读咱所听见、所看见，用主的观点、观点来去看、来去听、来去想，伫遐来，甚至用主的观念来伫遐来讲，来伫遐来行，安尼就会有主的心意伫咧迄个中间。因为咱无搁再用咱家己的想法，无搁再用着咱家己的迄个看，甲咱家己的听，咱是用着主的观点来去，咱讲去看、去听、去想、去讲、去行。咱用着谦卑的迄款的态度，来伫遐来沟通，通过着三种来彼此来化解，就是啥啦？咱需要。伫迄个中间来，伫遐来承认讲，拢是我的毋对。那当有迄个冲突伫遐来产生了义的时阵，咱欢喜伫遐来谦卑讲，拢是我的毋对，无充分了解迄个实际上的迄个事实。真侪时阵，咱拢是用着咱真主观迄个判断。伫遐来安尼比较有侪的误会来产生，所以咱伫遐来欢喜来伫遐承认讲，拢是我的毋对。第二，咱欢喜来承认对方是咱家己的老师，表示伊是咱的老师请伊甲咱讲伊的想法甲伊的感受，互咱会通搁较了解迄个真实的事实到底是甚款。第三就是感觉是无来讲对甲毋对的，咱提出家己的一寡谣言甲感受，也是一种来鼓励对方来表达伊心内迄款的感觉，互那彼此会通有搁较侪互相的迄款的了解。因为咱真侪时阵，咱会通看见，咱时常咱拢用着咱家己的想法。咱家己的看法，咱伫迄个中间来想象讲伊可能会安怎想，伊可能会安怎看，伊可能会安怎来做。但事实上，你敢有问伊？无。但是咱用着咱家己的想法、看法，抵到咱用着迄个猜疑、谣言，抵使到侪误会来抵到来产生伊照着安尼来彼此产生了隔离。咱安尼伫迄个中间，既然咱安尼会有迄款的猜疑误会，咱哪会无爱将咱家己甲着咱迄个对方来交伫咧耶稣的即个手中，互耶稣来解决咱的问题，焦点放伫咧耶稣，气权互耶稣来掌权，来放手互耶稣来接手，放弃咱家己的迄款侪的坚持，咱家己迄种放弃坚持咱家己的迄款的感受，甲着咱侪迄款的意见的权利，放下咱家己的谣言、猜疑，同齐伫遐来追求主的心意，彼此伫咧迄中间来伫遐来调整迄款的迄个焦点，互咱的焦点全然只有对准咱的耶稣。大家同心迄个咱讲有一个有相同迄个主的心，伫遐来有相同迄个主的心意，就会通伫迄个中间，咱同心合意来安尼，伫咧教会，伫咧咱日常生活中，伫咱的工作内面，咱拢共款，咱彼此伫迄个中间，伫遐敲找上帝的心意。今仔日牧师先分享咱甲别人隔离的6种的中间的2种，所以求主帮助咱。咱也要搁一届牧师要提出3个问题来甲咱大家人咱来彼此来思考。伫咱即礼拜的中间，咱来彼此思考，咱到底咱的信仰甲咱的性命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性命？第一项。比较为什么会产生人甲人，以及是教会甲教会之间迄个隔离？咱伫咧生活中，咱敢有甲人伫遐来比较嘛？第二项
就是咱要怎样来避免迄款的谣言、猜疑所带来迄款的隔离，甲着以及因为安尼所产生的迄款的关系的迄个破坏。第三，就是伫咱的生活中，咱要安尼，咱难免会受到伤害。为什么咱需要来选定饶恕？目前有啥物款的人有啥物人是代志是事物，是咱无法度饶恕的。所以求主帮助咱，圣神亲自来光照咱的心。当咱有心内有迄款的情绪的时阵，对人有生气，对代志有无共款的看法，有做坚持的时阵，咱应该安静伫主的面前，伫遐来主讲，主啊，怎样我会有安尼的迄款的情绪？我怎样会有安尼迄款的坚持迄款的看法？啥啦？我的看法甲别人无共款，等等遮的。当咱安尼开始来去问的时阵，咱要开始来去敲找。当耶稣伊拄着安尼的代志的时阵，伊要怎样来看？怎样来听？怎样来想？伊阁要怎样来讲？以及主要怎样来行？求主帮助咱只是同心来祈祷。全能阿爸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借着阮今仔日所领受扫罗王甲大卫的即个故事，主阮搁一摆受到提醒，但求主帮助阮，怜悯阮，互阮搁来的日子内面，阮无搁再甲着阮，不管是阮的同事、阮厝内的人，甚至阮的兄弟姊妹，以及着伫教会内面阮的兄弟。主，阮无搁再比较，主，阮也无搁再有任何的猜疑、谣言，比较来产生了侪的误会。乃是阮要用着主你的看法，甲着主你怎样来听病的声音，你就安尼去行。主你伫迄中间，你要怎样来想一件代志，以及主你要怎样来讲，以及主你是怎样来行，互阮也会当伫阮的日常生活中，真正会通活出安尼款的性命，互侪人看见阮的性命，就要将一切阳光归伫主你。愿你不断来帮助阮，开启阮，互阮的性命不断会通用着，互耶稣成做阮的模范，圣经的话语成做阮的准则。以及圣神不断伫阮的日常生活中，成做阮的引带，互阮不断互耶稣伫阮的生命中，每一个层次来伫遐来做王掌权，也互阮所行所做，阮拢会通欢喜，来将一切阳光归伫主你。愿你的神不断来开启阮，帮助阮。感谢主，阿罗主，祈祷拢唱过主所叫的圣名，阿免。这时，咱要来吟回应的诗，圣诗481首，圣诗481首，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请咱起立来吟。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基督恩典促进合一，同一主，同一上帝，第七个是，第七个主，第七个是，也是当一切，三修主美无比，给人一体。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基督恩典促进合一，同一上帝，同一个主，同一个神，同一个天，
个城市，也是人一个个，咱相处滋味，结连一体。这时，咱要今仔日是11奉献的主日所以请咱为着咱家己来准备11奉献奉献的经验，咱会通放伫咧一个信封来备办，伫咱有闲的时阵摕到伫教会，也咱即时咱要来吟11奉献的诗歌。耶和华，你是天地的主宰，各有荣光、威严、能力甲德性。今仔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予人智慧、快乐甲性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阮的上帝啊，但阮感谢你，学了你极大荣光。我是虾米？竟然为安尼奉献，因为阮伫你的面前是错人，是假卡的。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望长长直直。摇花阮的上帝啊，万物拢对你来，阮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互你。这是咱同心来感恩奉献。请咱为着咱家己备办一个批笼，伫咱礼拜刷了会通带来到伫教会每一届礼拜，咱将咱甘心乐意的奉献，拢放伫咧即个批笼内面，是咱会通伫咧将即个奉献的经验来放伫咧迄个带到伫即个银行的所在来汇到伫教会的即个口座。咱即时来吟奉献的诗。请坐。这是咱来念本周的金句。本周的金句伫撒母耳上卷18章第14节。但比见所做的代志，无毋精通，耶和华甲伊治地。搁一遍。但比见所做的代志，无毋精通，耶和华甲伊治地。这时咱要来报告，请咱来看咱伫电子的即个周报报告事项第一项请各团体安尼将着即个2020
2021年的即个10月至12月的即个聚会内容伫今日交互办公室会通来迄落后一季的即个行事历的即个编排，多谢。第2项咱的信德奖学金开始申请，已经到伫后礼拜请着即个主义佬甲着各团体来提出申请伫咧26日会召开即个奖学金的委员会伫咱的设教主日，咱要来颁发。第3下主日是圣经学院的即个奉献主日，学院派着宜兰教会陈如轩牧师代表着学院来到伫本会来请安报告甲正道消息具体消息的部分原地本地伫20号到21号伫新竹圣经学院七星中华教育部所举办的主义老师的即个退休会因为即个报名人数无达到迄个举办的即个门槛所以来取消。第2项，伫咧27号伫浙南教会总会要举行迄个干事团队的就任的授职感恩礼拜愿主的神来引带保守咱总会新的即个干事的团队第3咱的即个圣经公会所发行的即个现代台语新旧约圣经咱原地本地只有干新约甲着即个诗篇甲箴言，要伫咧咱的年底要来出版即个新旧约的即个圣经现代台语新旧约圣经总共有3个款式咱迄个有迄个早鸟价的预购价要到伫10月底所以若请咱的兄弟若有意向要购买，会通安尼来甲干事来登记来预购其他的遮个事项，请咱家己来过目顶周的聚会概况，也请咱家己来迄落来看以及奉献的报告的部分若有错误的部分，请来咱的即个过继的同工来订正这是咱要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主你有丰盛恩典，甲你的慈悲怜悯，引带看顾保守阮。主，阮也特别感谢主，你保守阮台湾，安尼伫主你的恩典内面，阮虽然有即个疫情，但是阮无安尼。拢有得到真好的控制，无安尼一直拖开去，阮献上感谢，也求主继续帮助，互阮会通有安尼够额的遮个疫苗，通好来互阮的百姓会通安尼心搁较得到平静，也求主帮助阮。安尼周边的国家受到即个疫情的影响特别是印尼甲着即个马来西亚因的疫情安尼非常的严重，求主怜悯，互即个疫情会通早日来得到有效的控制。阮也为着即个最近阿富汗的即个动乱，求主怜悯，伫咧即个中间，犹原有侪助力的百姓。因伫咧面对着即个安尼塔利班的即个政权，主你亲自甲因送啊离地，保守因，互因无拄到恶当当的事。主，阮也特别为着阮的教会伫过来，阮需要有对主你来迄款安尼的讲照，就是阮需要欢喜、谦卑、顺服。来去敲找主你善良宣传美好的旨意，互主你的教会会通安尼伫即个社区做好的工。特别阮伫要到伫即个说教的即个主日的时阵，
主，阮搁较求主帮助阮，互阮会晓得时常来安尼用着主你爱阮建立的迄款的迄种信仰的体系来建立阮的信仰，也互阮对主你领受迄个新的意象，就是阮伫咧建堂70年的时阵，主阮有意向要来建立新堂，来互主你的名伫即个所在来得到高举。但求主互阮有安尼迄款的新的新堂的迄款的意象，甲着即个光照，互阮知影，阮着怎样来计划，会通照着主你伫天顶，你怎样来启示阮，互阮会通安尼来照着主你所启示的，阮就安尼来计划。主，阮特别为着阮教会中侪的肢体，阮主你恳求，求主保守看顾，特别是阮的兄弟伊南兄，甲着正论，主你施恩赐福伫因的顶面，互因的病当得到医治，得到恢复。阮的人杰之士，以及阮侪遮的伫咧福源的遮的兄弟顶面，阮的私分之士，主你拢施恩赐福，互因的安尼身躯会通早日来得到恢复，满有主你的元气，甲因送之地。主，阮也为着阮教会中有侪遮的长辈，以及遮的安尼兄弟，需要有主你圣神亲自的带领甲安慰，互阮伫逐项的代志顶面，阮无任何的惊吓。主，乃是阮要欢喜来主神来看耶稣，互阮无受到遮的艰难的事，阮的病症、阮的病痛来搅扰，致使到阮将焦点来闪开，互阮会通伫过来的日子，阮不断来伫逐项的代志顶面，阮只有看见耶稣，无看见别人。互阮的性命不断来活出主你爱阮活出迄款的款式，互侪人因为阮所活出迄款的性命会通也欢喜，甲阮来到伫主你的教会来领受对主你来祝福。愿你的神不断来帮助阮，引带阮头前的道路。安尼恳求祈祷，拢上过主所基督圣名，阿免。这是咱要来念祝福的诗，圣诗398首，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请咱起立来念。咱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圣，各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
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当，甲恁正人三个伫地，对即时伫到世间的落尾，阿门。请坐，跌倒闭会。对。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即将要进入礼拜，请将我们的手机切到静音。弟兄姐妹平安啊！这时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啊是值得配得我们敬拜赞美的，让我们一起将一切荣耀来归给他。没有上去。
啊？没有上去。什么东西没上去？没看到转播。串流呢？对。等一下，串流没有上去。我这边看不到。没有上去吗？他不是在直播？你再试试看。这是我再试试看。好，没有。华语的。没有。没有吗？哦，你没有。现在没有吗？你再按一次进行转播，直播会吗？你的精要可能要重复吸。啊，现在没有吗？他是说串流经要重复，你要不要重开再进去？哦，应该有了哦，应该上次了，上次就应该有了，可以吗？这个是什么？啊？这个是什么？怎么还在直播中1个小时多？对啊，这是华语，这是台语。错了，取消。所以刚刚没有，刚刚这个应该结束了，没有结束了。